常见应该就是违规停车吧？应该是第一个违规停车，第7个这个红灯右转吧。我觉得应该是闯红灯吧。最常见的话，应该是比如说违规临停吧。对骑机车的人来讲，就是如果车子违规临停的话，机车常常就必须要绕出机车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就是用路上的安全的顾虑。今天想要讲争道行驶，因为像来的路上有时候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啊，然后有时候遇到就是可能汽机车想要超车，然后机车就常常会切到内侧的快车道，然后对于就是开车的驾驶人来说，其实这样子就还蛮危险。台南市10大常见的交通违规哦，那第1名是违规停车，那第2名是超速，第3名是闯红灯，第4名是未依规定使用灯光，第5名是未转弯未依规定，第6名是争道行驶，第7名是红灯右转，第8名是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第9名是违规临停，第10名是未戴安全帽。我们经常看到用路人开车或者是骑车，他贪图方便，直接在路边或者是十字路口、交叉路口，甚至在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直接停下来。像这种行为一般都会挡到后面车子的视线。有时候后面的车子为了闪避前面的临停违规停车，为了闪避前面的车辆，去跟其他的用路人车辆追撞这样。很多驾驶朋友就如网络所说的切西瓜或者是鬼切直接从外侧车道左转，或者是从内侧车道右转它跟争道行驶差不多是一个概念。一般我们在路口接近路口处会画设双白线，那这个双白线的用意就是禁止驾驶人横越或者是跨越双白线那这2个交通违规都会造成后面用路人闪避不及，突然冲出来追撞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请每一位用路人从自己做起在路上多点耐心，多点安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其实交通安全是行的一个基本权利了。那过去台湾常常被人家讲说行人地狱，台南也常常被人家批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事故率比较高。那我们从硬体跟软体方面的改善双管齐下。硬体的部分，我们对于路口的设计，包括行人专用石像，还有包括路口的改善，这些在做。那另外软体的部分，我们希望驾驶人跟同学都能养成，跟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养成安全通行的习惯。了是今个欢收看11月28号中间台南电新闻。台南市为了肯定各区调解员登记的奉献，尤其今年37区成功调解比例将近86%，甲全国比较佳作好，所以市长委托亲自颁奖表扬239位职优的调解人员，其中70位调解人员同时嘛核选中用的奖项，成为历年上好上济。来自各区调解主席甲委员伫电远的法律纠纷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座服务年资职优的就有74位，当中届满20档核选行政院长等重要的奖项就有70位，已经是历年来上好上济。上午因一一接受市长委托颁奖表扬。根据统计，111年台南37区受理调解案件有12000多件，
调解成功的比率高达86%，互专庭南下见证的内政部民政司长公开表达敬佩。市长嘛认为，所有的绩优调解减少经法院拍官司，就是功德圆满。所以台南的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非常好的成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台南，它有建立一个台南市各区调解案件申请平台，所有的参与调解的人，两造双方，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你自己调解案件的进度。也刚刚如江局长所讲的。为了新住民，为了原住民，我们另外设有特色的调解委员，而这些等等，都是我们台南之所以在调解的成绩上能优于全国的原因，也在这个地方。你要说这个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调解业务的成功，一定是救人很多家庭的这个命，也是让我们这个功德能够更圆满。一位好的调解委员爱保障事故双方的权益，除了爱有专业、有耐心、有同理心，更要提出双方拢会当接受的解决方案。加上一做就是20天，相当不简单。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孩子，那因为家境不好，那对方一定要他赔几千块，可是他没有钱，我就先帮他租说。你以后如果能够赚钱了，再来换代调解会找我，就这样帮忙他。调解呢，就是让他们虽然不满意，但是能接受，所以会让他们在心理上，是他们愿意的，所以才会让他们心胸上会比较会放下，这是唯一调解的好处。台南市第4届调解委员37区总共聘任427位，其中分别有2位是跨区服务的原住民加新住民的委员，借此扩大市民的申请平台，持续创造社会和谐相赢。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另外，为了表扬台南优秀的清洁队员，环保局嘛盛大举办颁奖典礼。今年总共有17个绩优的公共便所管理单位，加37位绩优的清洁队员获奖。其中委特表示，伊拢是点点守护环境的幕后英雄。台南丰富的历史古迹以及美食小吃，每当拢会吸引真侪国内外游客来到台南佚佗。而公共便所品质也是予游客印象好歹的重要指标之一。台南市自108年至今，向中央争取1亿9千万经费，翻新改建咱市461座公共便所，是全国翻新上侪县市。从108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跟这个环保署跟现在的环境部争取了将近2亿，就1亿9千万。那要这个新建或是整修厕所超过460座，这是一个很惊人的量这个当然厕所做了之后，就是要怎么样？要维护，要使用的时候呢，这个要让人家舒服为了新便所，当然嘛要有能力维护清洁。才会当互民众有舒适的体验。环保局也特别办理绩优清洁队员以及公共便所，由市长黄伟特、环保局长许仁哲亲自颁奖表扬。恭喜恭喜！热情掌声给我们获奖的同仁特别谢谢所有我们台南市环保局的各位清洁队的各位同仁，还有环保局的所有的同仁，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而且我们刚历经的这个疫情现在疫情已经慢慢荡下来了，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这个兢兢业业除了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之外，你知道疫情他们平常没有去都不知道清那一大堆废弃物，废弃物到哪里去？还不是要到环保局的？废弃物谁来清？还是公所配合，尤其是我们主要环保局的清洁队的同仁来清。清出来之后，到哪里去？要到可以资源可以做资源的就到回收，没有办法做资源的就必须进焚化炉。所以说其实辛苦的很多都是环保局。除了表扬，环保局长许仁哲也带来一项好消息，由于环保局清洁同仁除了例行工作以外，同时嘛要协助疫情清消是相当的辛苦。
市长委托将发送喷药人员以及其他协助喷药工作人员，每人4000块到5000块奖励金，感谢大家辛劳付出。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台南这5年来，针对溪坝弄水路的改善面积高达2470公顷，改善的成果已经是全国第一。对此，台南市长王伟铁在北门区中州关心弄水路改善时，也宣布明年改善的预算各将增加5亿元，希望建立更加优质的农业生产环境。以北门中州农地中卫区这条总长481公尺的紧急弄水路改善工程为例，除了路面无搁再破破烂烂，原本路宽5.5公尺，现在已经拓宽到7.8公尺。市长王伟铁伫农业部农田水利署副署长以及这位民代陪同，特别到场关心，同时听出地政局长的简报。了解近年来市府开伫弄水路改善大约24亿，完成农路甲水路的长度拢达到8公里，已经是全国第一。而且明年预计搁再投入5亿元，持续改善龙溪民所挖去的高速公路。在这几年来，我们大概花了24亿，包括配合中央的经费，那来编列，我们来从事农水路的改善。那尤其应该是所有县市里面花最多经费来做农水路的。那因为我们主要把这个经费用在农渔民所关心的，农水路就是农渔民的高速公路，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只使用很宽广的国道，但是这对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农水路，却是他们最关心的，而且对于他们的农产品跟水产品的运输的安全以及稳定最有帮助的。因此呢，我们不仅是着重于重大建设，对于基层建设，我们也是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做好，那能够让农民、渔民他们东西卖得好，生活过得好，出入平安，驾驶安全，这是我们最重要、最关心的事情。如何让渔民眼中的高速公路更加平坦，让产品的运输更加方便？台南积极争取农田水利署的经费，毛济农渔民相当有感。市府强调，不止中大型的建设，基础建设也要加速改善，增加农民的收入和竞争力。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但市政府伫2年前投入将近5000万，伫南湾里兴建健康多功能活动中心。所谓活动中心多功能，就是结合关怀据点甲公共体育家园。28号该中心正式启用，市长嘛特别到场剪彩，场面相当热烈。请剪彩。台南市长王伟铁甲一位在地民代共同为永康区南湾里的多功能活动中心剪彩启用。南湾里属于老旧社区，65岁以上长者将近17%，因此台南市府摕资4935万兴建新的活动中心，除了有关怀据点，更规划公共体育家园。我们新地基的位置里面呢，刚好是位在南湾里的，大概是差不多中央的部分，所以说这个位置非常好。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其他几个里面要使用上非常方便。这座活动中心有3层楼，1楼的大礼堂会当办理多元的活动，2楼的关怀据点以及大型教室会当加强对弱势民众的照顾，并且开办各类课程，提供里民学习的管道。3楼是提供社会局公共体育家园来使用。4年来已经新建了41座活动中心，然后也这个耐震补强了将近100座的活动中心。所以说，希望能够这些活动中心都是民众最基本的，也就是最基层的民众他们活动的需求。那为了要让这个基层的服务更加周延完善，所以我们把这个活动中心盖好。永康区公所希望未来活动中心会当提供里民更优质的活动空间，发挥关怀据点、公共体育家园的功能，提升对长者以及幼儿的照顾。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但市政府首次甲国际扶轮347空地区合作推动领用计划，互助学生发送的对象经扩大到社会局、家扶中心、学校以及弱势学生等261位。其中28号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所有参与该领用计划扶轮社友。国际扶轮347空地区首次整合扶轮资质领用计划。为弱势家庭的学生提供12000块的助学金，资助学费等相关费用，让弱势学生会当安心学习。这次的领用计划结合了分家兰以及北湖等县市总共70个扶轮社，募集总共700多万，其中有313万2千块，就用来照顾台南的261位弱势学生。在云嘉南同个地区，总共有70个扶轮社。有捐助了700多万，那另外呢，在台南的部分，这光是社会局就有193万，帮助161位，扶轮之子。另外呢，还有包括其他包括除了社会局之外，其他局我们总共有261位，总共有313万，这个真是了不起的成就，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社友。还有我们的社长这么的支持，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扶轮之子去做起来。那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 PDG 阿弟国际扶轮347空地区扶轮之子委员会主席彭运珍表示，过去拢只是出钱尔，这次是首次社工陪同，一同前往受助家庭访视，为过程中更加有同理心。也希望未来这个计划要永续办理落去。以往我们都是只有出钱嘛，比较很困难，可以直接去接触案家。那这一次我们走出去了，然后我们跟着社工走，我们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一个同理心，所以我们帮助到别人。那我也希望说，未来我们一定要继续永续。社会局指出，台南市为实践中华社会安全网，就近服务弱势家庭。已经成立安平、安南、北门、玉井、善化、麻豆、新丰、新营、永康、东区、南区、北区等12处社服中心。社会局嘛提醒，若是民众伫生活上拄到紧急事故、经济限制困难，拢会当向市府社会局，或者是各区的社服中心寻求协助。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对成大毕业的艺术家黄华安，即摆用影像加诗文要来办展览，呈现母校的人文风采。伊讲，伊用镜头出中文系等5个系馆加校内景色，同时搭配诗句，凸显大学的人文精神。由成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办的时光墨影黄华安个展，展览以影像创作为主。并赋予诗文、诗画、看影要呈现多元的视野角度，并透过影像甲诗文，展现校园的人文风景，参像是一草一木、季节变换、建筑古迹、雨水灵影等，展现出虚实之间的美感。我这个展览呢，基本上是以影像创作为主，是以属于诗书画领域。向成功大学致敬，呈现多元的视角，同时也以影像和诗文向我们的成大文学院呈现，希望能够呈现人文的风采，然后希望也能够透过所谓的幽微的成大的比如一草一木四季的变化我们的湖水人影，我们的建筑以及呈现我们自己成大成功大学内在的人文的精神和气象。展览开幕一天，真侪过去的老师，包含张高平、吴达云、吕新昌、肖琼瑞、廖美玉、陈昌明、施炳华、林朝成等人，也拢特别前来祝贺以外，现任成大文学院院长高时梅、中文系主任黄胜松、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主任蔡群礼。以及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理事长姚振宇、中华民国书法教育协会干事主席陈建昌等人，也拢到场致意。我们文学院在我们华安老师像这样子热情的校友，他投注在我们文学院的文气的发展下呢，我
觉得我们文学院能够有不同的样貌呈现在广大的大众面前。那王老师他可能也会未来会把他的摄影触角展现到我们他的各个角落。王安老师的6龙是哪6龙？也就是呢，它有6项的独门绝技。这6项的独门绝技呢，在我们传统的成语里头有这么一句称赞一个人多才多艺啊，叫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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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样精通，这4个叫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不但是诗文好啊，那么而且他在这种美感的掌握上，你看我们一出去外面都脏脏的，没什么，被他一拍啊，这么漂亮啊！的确是小心了。我非常喜欢华安的这个自然，然后纯真，就像学中文系的一样哈。我是历史系，虽然我们没有交错，但是在报社的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他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单纯自然，还有对艺术的执着。这场展览另外一项特殊之处，就是7.0黄追日，其实就是艺术家黄华安的后生，伊也伫现场演奏古筝，也展现出书香世家多才多艺人文气质。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市美术馆第一摆将展览延伸办理一场结合艺术加创意的市集。到时将组织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共同以动物来进行创作，打造一座属于动物的户外主题乐园。台南市美术馆以馆内展览爱乐梦作为市集主题，组织不同类型的80个单位，其中大部分拢跟动物有关。也可以当请人照顾动物，让主人会当安心地看款展。我们这次的展览是在讲人跟动物之间的陪伴关系。那动物对人类来讲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所以呢，也是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活动，让展览走出户外，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亲近的感受人跟动物之间。市集当中邀请到餐点艺术家制作动物会当欣赏的平面作品，也佮将馆内的毛茸茸熊猫车摆出来。配合行为艺术家安乐梦甲车龙梦，跟动物做互动。那这个互动呢，其实是他们手上会有很多可爱的项圈签诗。那这个银色的项圈的那个歌字呢，里面会有宠物想要对主人所说的话。南美馆秉持着创新的理念，家己节节甲展览相关的艺术元素，无同以往，打造出艺术美学户外主题乐园。第一摆主办奇迹就相当成功，我觉得很不错啊，就是多样性很高，而且动线规划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一个区域，所以其实他逛得还蛮开心的。2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民众找到家己厝内动物来耍。爱乐梦这档展览是借着艺术来传授人甲动物密切的关系，使用各种无同的媒材，将动物的特色展现出来。作品多达900多件。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秋冬一到，真侪家长拢想要替厝内囡仔进补，不过因为饮食西化，即马儿童性早熟的比例愈来愈增加。基于病动医部医生嘛表示，即马一寡传统长骨的配方已经无适合，爱评估儿童的第二性征敢一定发育。另外，骨龄敢是提早嘛真要紧。补过头，其实是发育无够，拢会造成反效果。近年来，因为囡仔生了少，真侪家长拢无希望家己的囡仔比人较矮，因此寻求中医，希望会用个长骨。尤其入冬以后，真侪民众开始来进补。不过，基于病院中医部的医师庄兆宇表示，如果补过头，有可能会造成儿童的性早熟，因此医生一定会评估儿童的第二性征的发育。甲骨头年龄是不是有超前？我觉得现代的小朋友的体质跟较早以前的体质是不太一样。现在小朋友蛮多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啊，甚至很多有一些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那其实像这一类小朋友是不适合吃传统的转骨方。那一般来说，最谨慎的方式，我们还是会建议来门诊。我们会先就小朋友的年纪，还有他第二性征的发育，甚至我们会帮他安排一个骨龄 X 光的检查。那假设他的发育状况是在正常范围，那
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骨龄有一点点落后这一类的小朋友才可以考虑评估吃转骨方。假设他是属于骨龄超前第二性征也都完全超前的这类小朋友，反而是有性早熟的疑虑，反而是不建议吃传统的转骨方。有长骨的处方相对嘛有压制的发药，医师表示，传统的长骨拢会保肝甲腰子，虽然一开始可能有真好的效果。但如果是骨头年龄加速所换来的，因为骨头年龄超前，造成后来停止生长嘛唔好。因此，医师建议，针对儿童的生长发育，还是要以饮食、困眠加运动为主，加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加跳绳、篮球等纵向的运动，唔定会用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而且嘛会帮助心肝的发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28日中午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